想喺坦洲揾優質現樓，金地世紀城推薦俾你，全部都係精裝修現樓，80零方到141方嘅2房、3房、4房嚇。今日我哋着重介紹141方嘅樓王單位，走睇樓先。着重介紹20棟嘅樓王單位。而家我哋嚟到10樓睇示範單位啦。呢兩伙咧都係一樣嘅戶型。先嚟睇我哋呢個示範單位先啦。門口呢啲位咧係俾你放啲私人嘢，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側邊呢度仲有一個入戶花園，如果中意廳闊嘅話咧，可以做埋佢嘅。客廳嘅開間咧去到4米嚇，跟住廚房交樓嘅時候咧係有牆有推拉門嘅。餐廳嚇，跟住呢度仲有一個生活陽台，佢係南北對流雙陽台嘅一個設計。141點幾方咧就可以做到4房3衛雙套間嘅嚇。你睇下呢個書房都係非常之闊啦。嗱，呢個細呢個套房咧，俾父母住就相當之合適啦。有衣帽間、洗手間嘅，同埋咧佢個房都係非常之闊落。公區嘅洗手間都做到咗乾濕分離，隔離咧先係兒童房。主人套房呢邊咧，分佈佈局非常之好嚇。洗手間夠晒大，化妝間、衣帽間，1.8米大床。擺咗落嚟之後，仲有咁闊嘅位置，而且仲係南向睇返我哋小區嘅園林景觀，非常之靚嘅。6萬平方嘅法式生態園林，悠閒舒服，相當之舒適啊！呢度最闊嘅樓間距去到300米嘅。小區自帶跑道，仲有我哋嘅網球場。隔離咧就係我哋嘅兒童樂園啦。咁靚嘅雙泳池，特別適合鍾意玩水嘅大小朋友啦。金地世紀城地理位置相當之優越，周邊就有菜市場，1+1合盛百貨、優越城去到山姆同埋華發商都係非常之近嘅。10分鐘車程就可以去到我哋明珠輕軌站啦。落樓就有直達香港嘅直通巴，去到香港嘅尖沙咀同埋太子，亦都到澳門關閘嘅，往返香港超級方便啦。有興趣嘅朋友歡迎攞資料或者實地睇樓。